大家好，我是张简小姐，讲台语。一句台语，一种滋味。今日要讲的是菜头。生活台语，菜市仔阿姨讲的台语。你会晓讲菜头无？毋是萝卜哦，是菜头。真侪人拢会讲萝卜，但其实伫台语内底，阮自细汉叫的是菜头。菜头，菜头，来缀我念一摆。菜头，菜头两字，菜是菜，头是头。注意，迄个头毋是普通的头，是较圆润的头。你可以念给自己听，看看有没有那个味道。为什么萝卜会叫菜头呢？因为古早人拢当作菜的头，涂骹生白白一支。较早农村的时代，菜头是真重要的粮食。无钱嘛爱过冬，有菜头就袂枵着。这是菜脯，菜脯，菜脯其实就是萝卜干，真侪人毋知影。菜脯，对我念一摆。菜脯。细汉时，阿嬷时常会伫三合院的大亭晒菜脯。晒菜脯就是晒萝卜干。过年时，咱拢会讲好彩头。好彩头其实就是好兆头。拜拜有菜头，做菜头粿，煮菜头汤。所以菜头毋干若是菜，是祝福。菜头粿会当素的，嘛会当炒的。细汉时，阿嬷定拄会煎菜头粿，互阮食。煎赤赤，芳讲讲，煎赤赤，芳讲讲哦。细汉时，阿母嘛会煮菜头排骨汤。寒天一碗烧烧，规个厝内拢是菜头的香气。迄个味，其实就是厝的味。菜头软软甜甜，汤清清，心就足温暖的。你会晓讲菜头无？留言告诉我，你们都怎么吃菜头？我是张简小姐，讲台语，我们下次见。